次新聞，時時刻刻。多謝陳生，接住落嚟係公聽會嘅公眾發言環節。我哋有請廣播事務管理局主席以及成員，以及兩個持牌機構嘅代表上台就座。請各位。首先介紹一下台上嘅嘉賓，分別係廣播事務管理局主席何沛謙先生。喺何先生嘅左手面係廣播事務管理局副主席柏志高先生。電訊管理局總監黎陳子娟女士。電管局總電訊工程師馬步豪先生。港管局業務守則委員會主席劉繼